幾咧就做咗，係啊，你攞支筆抄咯，係啊，如果唔係唔記得嘅。我有啦，我以為支筆先，我名我有，謝謝。係啊，首先幫我拍住咗先，拍埋咗先。整多幾支筆。我發覺佢親美容類嘅店咧都係好凍嘅。喺邊度凍啊？我頭先吹住。就係因為佢原來冇風嘅中間呢個。係㗎。我有啊，我有筆。咁樣咯，掂，非常好。咁我咧就叫 Henry 啦，我做法律顧問咗16年㗎啦。咁因為疫情2020年嗰陣時咧，我就法庭唔開啊，我冇嘢搞，我打官司嘅專，咁啊跟住冇法行開啊。咁啊嗰時2月過年嘅，我嗰陣初5要上庭嘅，跟住話俾我聽唔開喎，咁啊一停停咗半年。咁我唞咗1個月啦，諗住放下假，好快搞翻掂。但係點知咧1個月又停1個月咁樣，咁於是咧我3月份咧我都即係睇下有咩機會有咩搞啊咁啊。於是者咧我就去咗一間上市嘅醫療集團啦。就佢有個好似保險咁嘅制度，其實即係直銷啦，你當啊。咁我見到你有間大公司有個咁嘅制度可以發展生意，咁我去學習啦。咁好快速地咧，我就用半年時間啦，就起咗個30幾人團隊。然之後咧，用破咗公司紀錄，最快做到最高級嘅叫總監啦。OK，咁我公司紀錄嘅嗰陣時。因為唔計以前團 HPV 針啊，即係以前做 HPV 針係好勁，跟住 Fermat 啦做 Fermat 啦呢兩個咧最熱嘅嗰陣時，咁我係靠真係砌市場賣商機咁樣去起嘅。咁我師傅係以前都係一間好出名嘅有間公司傳銷公司嚟嘅，就叫量碧斯，有冇聽過？LB 係啦，嗱呢間咧20幾年公司㗎啦，即係主要係即係好臭袋嘅呢間嘢，就係拉人頭嘅一間公司嚟嘅，即係主要靠入嚟賺錢嘅。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因為嗰間公司其實啲係直銷嘅少林寺嚟嘅，咁佢哋教嗰啲系統啊，嗰啲武功係好鬼勁嘅。咁我師傅咧就因為唔想做咁樣嘅手法。咁就跟咗嗰個醫療集團個 CEO 咧，就做美容，就做20年。咁我跟住佢學嘢咧，咁我再加自己又出去，再上啲銷售班啊、口才班啊，去增值自己嘅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有2套武功咧係可以教大家嘅。第一套咧就係直銷公司點樣可以起步，起得勁，起得快。第二咧就係一個銷售流程究竟有啲乜嘢步驟啊？點樣去做一個出色嘅銷售員？咁所以今天咧，我就無論點樣都好啦，都而曉得我主力今日教大家咧點樣可以成為一個超級勁嘅新人。OK， 咁好，咁第一樣嘢就係要想打通大家未做過㗎嘛，係咪啊？3位都未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真係新人。非常好。好多人咧，咁樣啲字咁大隻，應該好快寫。OK，我哋千零禮張。好多人咧做直銷咧，都會跌咗落賣產品嘅。好多人都會跌咗落賣產品，點解咧？咁其實好正常嘅。我想同你講，呢個世界所有直銷公司嘅產品都係好嘅。基本上唔好，你係唔可以靠口耳相傳嚟做嘅個生意。咁所以咧90% 啦，我咁講啦，唔好話100% 啦，99% 嘅產品都係好嘢嚟嘅。咁但係好啦，既然產品係好嘅時候，個間都話自己好，咁你點樣突圍而出咧？咁所以你又要知道啦，呢個世界成功嘅人，佢哋之所以賺大錢，之所以有成就，佢哋賣緊嘅究竟係乜？呢個咧係
我唔知咩大學啊，好似哈佛咁上下啦嚇，總之一個研究嚟嘅。做生意賣嘢分4個層次嘅，OK。最底咧，我哋叫做我用3流嘅企業家或者銷售員啦，咁講啦，佢哋都係咧以產品為佢主要賣嘅嘢嘅嚇，即係咩啊？呢件嘢賣產品嘅人最叻咧，就係講一樣嘢叫做 FAB， 咩意思咧 ？Feature、Advantage、Benefit， 即係咩咧？特點、優點、賣點。OK， 佢哋好集中咧，會喺度講呢件嘢有幾好嘅，成分有幾天然嘅。OK， 咁而呢班人咧，年收入咧，一般都係10萬至100萬。一般 ，OK。咁好啲嘅人係點咧？2流嘅人，OK， 2流嘅銷售員咧係賣服務嘅。賣服務咩意思咧？我用保險做例子咧，大家有冇賣保險啊？有，係啊。你個 agent 如果係咁強調，我識好多醫生啊，有咩配套啊，我有體檢啊，各樣我 claim 意外乜嘢都 claim 到嘅，同你我會24小時 on call 係啦，無論幾時咧，我都會送張支票去你手上嘅，咁啊嗰啲，咁呢啲人咧就會集中喺服務即係咩咧？增值服務啊 ，value add 嘅嘢啊，佢要喺產品以外突圍而出，佢會加一啲增值服務俾自己嘅。而呢班人咧，亦都係賣專業嘅，通常都係賣專業嘅。咁呢班人咧，年收入咧大概100至300萬，其實都唔錯嘅 ，OK 嘅。你會發現，所以好多專業人士都係百幾萬年薪，就係咁解啦。OK， 咁好啦，再上啦，一流嘅銷售員咧，賣自己，顧名思義咧，就 sell 我自己出街啦。咁好多人其實咧聽過銷售有學過銷售咧，都會成日講口就講咩，我要賣自己，係啊。不過咧做就唔知點做嘅，都係喺度講翻產品同服務嘅。好多人混淆咗啊！佢以為我有呢啲配套，我有呢啲資源，所以咧我就係賣緊自己。其實佢喺度賣緊服務。咁所以好多人跌咗落呢個陷阱。你想300萬以上年薪嘅人，一定係要識賣自己，因為點解？咩叫賣自己啊？我是唯一就係賣自己啦，係咪？咁多人做力賣，點解要跟你啊 ？OK， 咁你哋要識將自己賣出街啦。OK， 而賣自己，我今日簡單同你講啦，一個好嘅自我介紹是十分重要嘅。一個好嘅自我介紹，有好多人咧係好怕講自我介紹嘅，因為咩啊？好似將自己嘅人生故事咧係要講晒出嚟，跟住一係咧就怕好累贅 ，OK， 一係咧就覺得，我嘅人生都好平凡啫，冇乜嘢好值得講，好多人都會係咁樣諗嘅，所以咧就一路都避咗自我介紹。但係我話你聽，頂尖嗰班全部都係賣自己高手，因為人好簡單嘅啫。你自己諗下，你當初加入啊，你講真，你 focus on 邊樣嘢最打動嘅？你嘅上司，個公司或者團隊，定係真係知嘢好勁？你加入啊？你比例我訪問你，訪問下。如果俾個100分俾自己，你3樣嘢你俾嗱，自己即係上司。介紹人啦，即係啦，即係介紹人。OK， 可能公司嘅背景、代言人啊、積雪草啊、自己種啊，係咪？定係嗰幾支嘢真係好正咧。
你哋學做高手要答問題喎。應該第二先到第三。即係2先過3嘅。有冇因為個介紹人傾或者租業？都有。咁所以我想知個比重啊。係啊，呢個係。我嗰陣時啊，我話你聽啦，我賣嘅嘢咧係一個主力啊，我主力賣嘅嘢咧係一個3萬幾蚊嘅體檢套餐。基本上咧，我心裏面一個諗法啊，3萬幾蚊同我交個朋友都要啦。如是者我係咁樣做嘅，個個都傾3萬幾，唔會話咩？即係佢會諗㗎嘛？我體檢1年先做一次，跟住有啲又話可能我阿爸阿媽又做開呢樣嗰樣咁樣，勁多理由啦。總之3萬幾用唔晒啦，冇理由團幾年嘅體檢喺度㗎嘛。咁但係基於如果你知道真真正正我要做一個領袖，要做一個即係團隊領袖，我要做一個我做好直銷呢一個模式嘅，我要知嘅嘢。OK， 咁所以啊，我想問，唔好介意咯，我問埋啦，你哋係咩起步㗎？咩位置起步㗎？幾多 BP 㗎？知唔知㗎48000咯。係咯，我講港幣啦咁，係咯，480係。我未我都。兩個都未啊？我未。咁啊得啦，今日 call 成埋你哋先。嗱，唔關我事啊，冇錢收㗎，講明。OK。好啦，如果你哋未啦，我要轉一轉個文法同講法。OK。你要賣自己為啊！我簡單啲啦，今日滲埋自我介紹嘅結構俾你嘅。其實自我介紹有個好處嘅，你透過你嘅故事，會帶出一個感覺或者體驗俾人。例如係咩啊？有啲人咩自我介紹，我唔會話我好孝順㗎，我平時點，即係你唔會話我好勤力㗎，我咁樣。你會透過一個故事去令人覺得你係勤力，你係孝順。你滲呢個體驗俾人嘅啫，知啊？咁所以咧，一個出色嘅一個好嘅自我介紹咧，係唔會係純故仔，純故事。而點樣講一個好嘅故事咧？你就要有兩個竅門嘅。第一個竅門係咩咧？你要用大導演嘅眼光去描述自己嘅人生。咩意思？好啦，呢個我有成日都問嘅。呢個我成日都問嘅。有冇睇過一套戲叫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？有睇過。嗱，爆謝做嘅，攞晒咩金像就乜鬼嘅。嗱，成套戲咧好平凡嘅，就講天水圍一間公屋，兩母子嘅生活嘅啫。OK， 係咪有冇印象？有印象，我記得好慘嘅，呢度睇到好灰嘅。係啊，講到一個公屋戶嘅一個故事，但係 OK， 喂咁講真啦，單親家庭多唔多啊？周街都單親家庭啦，可能獨生子獨生女多唔多？三兄弟多唔多？乜都好啦，其實你唔需要諗你自己嘅故事平凡與否。但係你嘅經歷，如果你能夠透過好感性地，一個大導演啱講，即係咩意思啊？有畫面啊！即係我同你講嘢，你會諗到嗰個 picture 係點嘅樣嘅時候咧，你個故事就會打動到啲人。OK， 咁好啦，咁有咩方法？咧可以靜音先啦。可以好細緻咁講到咧3樣嘢嘅啫，時地人一定要精準。咩意思咧？唔好用嗰啲咩好多即係咩啊？好多年前，我細個嗰陣，你細個即係幾細啊？好多年前即係幾多年前啊？細緻啲、精準啲，多啲數字表達喺我咪講咧，我2020年
做醫療集團嘅，我咪話2月過年嘅，係咪？1個月後頂唔順，3月我去揾機會啦，係咪？即係你要有呢啲細緻描述咧，你個故事先會開始哇咁有效率嘅。係啊，Joey 啊，真係犀利。跟住阿 Sir 係要有咁效率。Joey 真係好出色嘅領袖。OK， 時地人細緻，係啊，畫面描述得好，你個故事就會好聽㗎啦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你話要做好呢一行咧，做一個出色嘅領袖啦，首先你起步嘅時候，你一定要好識自我介紹。自我介紹有結構嘅，可以寫低嘅，跟住就送俾你呢份功課，好唔好？過去嘅你第一 part。喂 ，Yumi 早晨喎，早晨，你未瞓醒咁喎？我未啊。係啊，佢係20樓望落去似佘詩曼嘅人。咦？試波啊，又試電啊，因為佢未用力慢啊嘛，呢啲就好好啦。佢用咗咪0樓望落嚟咯，係咯。直接對望。OK， 過去嘅你，即係點咧？簡單啲講啦，你可以嘅話咧，你真係由細個自己出生開始寫低啫，OK。由你出生嘅故事就開始寫出，OK。第二咧就係而家嘅你。